于森，读书的事儿我不管，工作可不能落下。这是新戏的剧本，平时有空你多看看，有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。还好电脑和书没事。同学，你好，你去哪儿？我送你。不用麻烦了，我可以。雨太大了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来。你的笔。谢谢，我们走吧。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这个，谢谢你啊。再见。再见。不要走！裴仁之同学，你是又做那个梦了吗？好可惜，我差点就看清他长什么样子了。那你要不要继续睡一会儿？说不定梦还能续上。哪有那么简单？现在几点了？你要不要看一下我的脸？你可不可以不要再一惊一乍的？我求你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你呢慢慢画，我给你带早餐好吗？带早餐的话勉强可以。小裴，小裴，干嘛呀？啊，你带早餐了？这是我，借我用一下啊！这是我帮孙坚带的。借我用一下。行了，别看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看什么了我？瞧你那样。妍妍，我的早餐呢？
对不起啊，我忘了。啊！为了等你这份早餐，我一上午都没有吃饭。本来是给这货带的，看他睡得这么香，也用不着了。这可是他最喜欢喝的。谢了，上。小事儿。哎，我工具盒呢？没带吗？掉哪儿了？你再找找。好像是小树林。那么远。哎，同学们，今天咱们学校电影院放映未完成的空间，我请大家去看。好啊，我们最优秀的班长请客，我们肯定得给面子，是不是？一起去吧。算了吧，我就不去了，我要去小树林找找我的工具盒。你们先去吧啊，拜拜。怎么会没有呢？这么旧的工具盒也有人要？这是你的吗？是我的，谢谢。是你？是你昨天把我送到教学楼的。你还帮我找到了工具盒。碰巧而已嘛。等一下。那个，谢谢你啊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梦里的那个人出现了？没错。那照你这么说，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你思春了。哎呀，我没跟你开玩笑。虽然我没在梦里见过那个人的全貌，但是以我对他侧脸的考量来看，真的一模一样。你可能被蛇郎缠上了。什么蛇郎呀？冰华校园的守护神蛇郎，你不知道？哎，蛇郎就老在小树林那一带徘徊，一定是被他缠上了，才给你托的梦。那我今天看到那个人又怎么说呀？那个人是不是真人，现在还不好说呢。哎，对了，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？我方志远。娇娇，嘿，娇娇你来了。说想我没？想，时时刻刻都在想。啊，对了，这是我女朋友娇娇，跆拳道专业的。Hello， 娇娇，你好。既然你来了，那咱俩走吧。走啊。拜拜。我们先走了啊，你继续思春吧。It would have to be with you.
take me to the places my heart never knew. So if I were to fall in love, it would have to be with you. 都说这小树林美女多，怎么一个也没见着？小裴，小裴，别跑！站住！来人呐！小裴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没事，神秘人往那边跑了。你先坐，你先坐，先坐。小雪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你没事吧？我看一下。哎呀，这谁的？这是吗？应该是他刚掉的。难怪他那天会出现在小树林。谁啊？我知道神秘人是谁了。就是他。这个人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他。哎，真没想到啊！别人的梦中情人都是踩着七彩祥云来的，你这位啊，是一匹披着羊皮的狼。哎，小裴，你之前说你看到这个人往研究生宿舍方向去了，对，那应该就是他了。他是咱们宾馆大学的研究生啊，之前我在报道处见过他。那我们还等什么？哎，小裴。